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明明都係高音，有啲一出聲就打到你，有啲好大聲、好飽滿，但係感覺完全唔同。今日我想用最簡單嘅方式同你一齊聽呢個嘅分別。先講清楚，今日唔係比邊個唱得勁，亦都唔係專業教學。我只係用聽眾角度嚟講出力方式同埋聽感差異。我今日會講一樣嘢叫做 punch 型高音。punch 型高音唔係拉得耐，亦都唔係最大聲，唔係一定最大聲，而係第一秒就集中，一下就衝擊你。記住一句，唔係越大聲就越 punch， 就即係意思就係衝擊力。聽呢一下，佢唔係慢慢推上去，佢係直接出聲，聲量未必好大，但係嘅核心好集中，第一下就衝擊。呢種呢，我會叫做集中衝擊力高音。再聽阿 Gem 呢一下，你會即刻覺得好厚、好悶、好 powerful。呢種高音呢係情緒推動，聲音鋪開，好有重量感。但你可能發現佢未必係一下打中你，即係一下衝擊到你。跟住呢度要講一講核心對比，亦都係好重要嘅環節。所以呢度要講清楚，泰然係集中撞擊型，即是衝擊型，而阿 Gem 呢係後重爆發型，而佢哋呢係一個靠密度，一個靠重量，唔係邊個好，係佢哋嘅設計方向完全唔同。如果你只係聽過第一秒呢，就已經好容易分㗎啦。泰然係啪一下，阿 Gem 係推到最滿。呢個差別同高低音無關，係出力選擇。所以呢，有啲人會話阿 Gem 好強，但係唔覺得有 punch， 即係衝擊力。其實唔係阿 Gem 冇 punch， 係佢嘅設計唔係做直拳型。佢係重錘，唔係快拳手，唔係快拳。總結定位，唱到高音係能力，點樣出力係選擇。一句講晒，泰然同埋阿 Gem 呢都係高手，只係用緊唔同嘅武器。如果要你揀，你比較鍾意一下打中，定係推到最滿？留言話我知你係邊一派。好啦，今日條影片就講到你呢度啦，多謝大家。